啊！救命啊！嘿，杨峰，还装死呢？赶紧起来！官府呀，发媳妇了，衙差催咱们去领呢。官府发媳妇儿？我不是在工地看图纸的时候被落石砸死了吗？所以我不但穿越了，还能白捡媳妇儿。恭喜宿主绑定系统，请注意，只有签下婚书后，才可绑定攻略对象。攻略对象的好感每提升一个阶段，即可获得心动值积分，用于在拼好物商城兑换奖励。只能纳妾，不能娶妻。原主是一个解甲归田又好吃懒做的穷五子，一个饿死鬼的命。现在官府发媳妇，岂不是天赐良机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肃静！如今我大前与南梁战事未歇，诸侯割据，将士们死伤无数，难定锐减。依我朝法令，男子未配者，今日必须在女服中择一婚配，以助我朝添丁增户。带上来！来。哇，这可是纯天然美女啊！谁先来选？哎，不行，这仨娘们瘦得跟竹竿似的，带回去连锄头都扛不动，还要多交一份人丁税呢，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太瘦了，不能要，活儿都干不了。就是中看不中用，就是不行了，这太瘦了，不能要，活儿都干不了。光好看有什么用啊？家务事一点都帮不上忙，没法要。他怎么说？好，你们不愿意选，那我就自己点。别！你踏实的，出来，跟我没关系。选啊，看他怎么办啊！这小活动有那么多吗？回去，这破娘们谁选？那日子可不好过了。这位公子相貌端正，若是跟着他，或许不是坏事。一个退伍兵卒也配觊觎本郡主，痴心妄想！无论如何，都先要离开这儿。一旦被送入军营，变成军妓，这辈子就完了。选我，快选我！哇，这三个姑娘风格迥异，却一个赛一个的天仙，真是难以抉择。唉，只能选一个吗？我可不可以全都要啊？你说什么？全要！这破娘们谁选？哼！杨峰，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你又穷又懒？听说你为了口粮食，欠了赵地主一屁股债，连自己的祖屋都抵出去了，还想一口气娶3个。这个月的税钱，你拿什么交？官爷放心，这个月的税银1分都不会少。这3个烫手山芋扔去军营还浪费粮食，见这傻子愿意接盘，正好省事儿。行，人你可以带走，但杨峰给老子记住，交不起税钱，就等着披甲充军，上前线跳万人坑吧。哼，有系统傍身，老子怎么可能会缺钱啊？成。娘子们，走，跟相公回家。
我的天，这原主也太穷了，这家看着跟狗窝有什么区别？这墙歪成这样，来场雨说不定就塌了。看来要靠系统盖个新房了。三位姑娘，这就是我家了，不然咱们先把纳妾文书签了。纳妾文书签了那东西，不就入了奴籍？我现在在南梁富甲一方，怎能在异国为奴为婢？这乱世能活下去便是好事。公子，这纳妾文书，依医院签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攻略对象柳依依，身份医圣，当前好感等级露水之交，奖励积分500点。系统商城正式开放，可随时浏览兑换商品，下单秒达。发了，终于有启动资金了，先看看有什么能修房子的。不好，季妹妹的心悸之症又犯了。上次她的心悸之症还没这么严重，这次来的势如山洪，我虽师承一线，可以束手无策，怕是活不成了。心悸，那不就是突发心脏病需要立即抢救？我的小妾死也得经过我的同意才行。喂，你个病痨子，你吹什么牛啊？人家刘姐姐是自幼学医，她都说没救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季总，快，我要买电击起搏器。兑换。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300点。快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来！这是何物啊？这病痨子怕不会是什么家暴狂吧？我们还没过门呢，他就要抡铁托打人。给老子复活！哎，他竟然真的把人救活了！这世上竟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神物，这东西若是卖出去，必定贵抵一座城池。还是先不跑，看看杨峰手中还有什么稀罕物。你无耻！我怎么又无耻了？你误会了，我这是在救你。季妹妹，你刚刚心悸之症犯了，是相公把你从鬼门关捞出来的，我和谢妹妹都可以作证。刚刚杨公子就是用那个东西让你起死回生的。他也曾说过，我这心悸之症下次发作必定命丧九泉，可他竟然能将我从阎王手里夺回来。没事，别怕。相公深藏不露，这番手笔，怕是自由学医的我都需要仰望。检测到柳依依对宿主的仰慕，好感提升为颇有好感，奖励500点积分。Yes， 又赚500。啊，行了，既然没事了，走，咱们开饭。走，我扶着你。杨峰，你好肥的胆儿啊！欠着爷的钱，还敢跑去官府领回来3个女人？杨峰，你是活腻歪了吗？现在抓紧时间收拾东西给我滚！今天你这破房子也必须抵给爷！今天你这破房子也必须抵给爷！哟，哎呀，你小子可以呀！
欠爷的钱不还啊，反而讨回来3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，这福气恐怕你消受不起呀。这样，你把房子和这3个女人都抵给我，你欠我的钱就一笔勾销，如何呀？听说这赵地主有折磨女人的癖好，被抓之前遇到一个从他府上逃出来的小妾，身上没有一块好皮。若是杨峰真要把我们送去抵债的话，我宁可去死！赵地主，约定的日子还没到，钱我过些天会还给你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我说的是现在马上还钱，就这些银子1分都不能少，如果还不上，别怪爷对你不客气。哼！赵地主，钱我会还给你，但人你不能带走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先把这3个女的给我抓回府里。是老爷。相公虽然从过军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堂堂郡主岂能受此折辱？宁可一死，也绝不落入这群人手中。完了，杨峰肯定打不过这么多人，要不要现在趁乱跑了？系统，能不能给我兑换一个一次性解决他们的东西？宿主可兑换天雷符，售价150积分。兑换。兑换成功，天雷符派送完成。赵地主，你如此行事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呸！别说风雨雷电，今天就是玉皇大帝来了，也得赔爷钱。好，那我就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天雷硬。这是打雷了吗？这是打雷了吗？都慌什么？不就是变个天而已，给我上！给我拼！赵老爷，现在咱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吗？谈什么谈？欠债还钱，天地都是你用妖法伤人，赖账不还，你不怕关老爷惩罚你？反正这个房子快要塌了，而且现在我还带着3个女人，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好，房子我抵给你，你看一下能抵多少？剩下的银两，日后我必定如数还清。相公，不可！这房屋虽然破旧，但终究是安身之所呀。完了，房子没了，这钥匙也坏了。你这破房子最多值5两，后日午时你需要再给我5两，耽误1刻都不行。普通农户5两银子，上桥耕作3月，短短2天你就要5两银子，你怎么不上街去抢啊？可以。待账目还清后，你若再敢打我身后3位老婆的主意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虽然没搞到这几个美女，但好歹漏了个房子，便宜这家伙。我好歹在这10里8乡是出了名的赵大善人，你这些妻妾，我没兴趣。成交。他竟为了保护我们，连唯一的栖身之所都可舍弃。反观我那父王，为了几座城池，随手便将妻妾送入敌营。与他相比，这杨峰还算有些魄力。娘子，我们走。妈的，敢威胁老子，老子跟你没完！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相公，都已经入秋了，我们难道要一直住这种地方吗？好冷，好冷呀！本郡主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系统，给我兑换一个地上3层、地下3层的大别墅，现在就给我送过来。豪宅所需积分10000点，宿主积分不足，无法兑换。我靠！你怎么不去抢啊？看来还是得先想办法攻略3个老婆，签下纳妾文书才最要紧。那先兑换3件羽绒服，要最好的、最保暖的，这总行了吧？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150点。3位娘子，我给你们备了些羽绒服，你们穿上就不冷了。来，果然暖和，这东西简直比活球还温暖，这必然价值千金吧？公子有心了。面料好柔软，好舒适，本郡主从未穿过如此上乘的衣服。公子竟然把如此珍贵的东西给了我们，自己冻着，当真是如谪仙一般的人啊！柳依依对您的好感达到心有仰慕，奖励500积分。好感又涨了，趁热打铁，我再加把火候。3位娘子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最迟明日，我们绝对不会再风餐露宿，而且会有比之前好10倍的大房子。公子不必勉强，今日您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一夜起新屋，什么疯话？这伐木、夯地基、砌墙、上梁，就算是用最好的10个工人，最快也要3天3夜才能完成。他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哎，你们先早点睡，睡着了，明天就有房子。快睡，快睡。系统，打开商城。在原来的世界，我好歹是一个土木工程师，有了这大家伙，一晚上盖个房子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系统，给我发一台挖掘机。下单成功，请宿主到空地等待，系统正在传送商品。希望不是模型，不是模型。我操，真的是挖掘机！娘子们，希望你们明天睡醒的时候不要吓一跳哦。季姑娘、谢妹妹，你们快看，房子真的出现了，而且不是草屋，是砖房。相公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可以一夜盖房的神器吗？那我们拥有了它，岂不是可以开山修路、建造粮仓？岂不是可以日进斗金了？不过是奇技淫巧的机关术罢了，有何稀奇？这世界上的奇物多了去了，不过你们跟了我，以后就会有想不到的安稳和富贵。嘿嘿，哎，对了，娘子，我们既然缔结了婚书，今晚是不是要行夫妻之实啊？相公，
今夜就让依依来服侍你吧。不过赵地主那5两银子，不知相公可有打算啊？我操，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啊！放心，此事我自有安排。你们3位先进房间里面参观一下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。是，相公。系统，我要用积分兑换银子，快！宿主，商城仅支持消费，不支持变现。操，那发现财宝的东西总得有吧？按照宿主需求，搜索到金属探测器，所需积分500点。宿主积分不足，无法兑换。积分又不够了。不过在这个年代，探测技术还不发达，野生的狗头金并非绝种，只要找到一块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季如冰和谢安月那边还得费点功夫，今天晚上一定得刷到依依的好感值。西董，帮小爷我兑换2套婚服，今夜小爷我要做新郎。已兑换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娘子，入洞房了。嗯。相公，娘子，我在。今日过门虽无聘礼，但这周公之礼，依依会尽己所能，让相公满意。好。月月，你说那冰牢子真的值得咱们托付吗？他这救命之恩，我非要以身相许。像他这样子异国匹夫，能让刘姐姐下嫁给他，就已经是祖坟冒了8辈子的青烟了。他还想染指我们。那我们要是不应，万一被赶出去了，那……再看看吧。这冰牢子看着心地也不坏，我们观察观察再做决定。若是他真心待我们好，那做妾就做妾吧。哎呀！昨夜真是辛苦你了。检测到柳依依好感达到爱如泉涌，奖励1000积分。太好了，积分总算够了。西董，快给我兑换一个金属探测器。下单成功，正在派送。3、2、1，已送达。寻龙分金看重山，一禅更胜一重关。老子今天就要当一把摸金校尉，上山挖宝去喽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房子哪儿来的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老爷。什么？叶启新房？啊？他把他的破房丢给我，自己抱着美人住新房。前夫，你看看我这伤，你
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放心，你可是我的小舅子，我不帮着你，难不成还帮着那个冰痞子？本官这次不扒他3层皮，我誓不为人。老爷，县太爷，方才小六子见到那厮离家去了后山，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机会。哼，既然这小子去了后山，那正好，我这就回去调遣衙差，在他院子里埋伏着。这次纵使他有3头6臂，也逃不出本县令的手掌心。这一次，女人、房子，老子全要得到。杨峰人呢？一大早就不见人影。今日是还钱的日子，莫非相公是去筹钱了？筹钱？那他为何不告诉我们一声就跑？要我说，杨峰他就是个负心汉，把你吃干抹净就想跑。不会的，相公绝非负心之人。这个月若杨峰再交不上税银，那我们又像牲口一般要被人所拿示众，任人欺辱。不如趁现在无人，我们快跑！啊！不，我要去找相公。小娘子们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哇，我的大宝贝啊，今天可就全靠你了！你争口气，一定要给我找到值钱的东西啊！有了，有了！我去，这都挖了半天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系统不会骂我的是假货吧？不管了，试最后一次。我靠！我靠！真的有金子啊！天无绝人之路。糟了，快到50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赵地主，你为何擅闯民宅？还有县太爷，怎么你也……明知故问，我当然是来收剩下的银子。没看到约的时间到了。你们家男人欠赵地主5两银子，前几日你们还将人打成了重伤，这汤药费又花了30多两，共计40两，今日必须全部拿出来。40两银子，这寻常人家怕是攒上1年也攒不来这么多呀！你这分明是故意刁难！你们此等做派，与匪类何异？你放肆！竟然敢将本官与那些马匪混为一谈，不怕本官判你们个罪加一等！小娘子们，莫怕，只要你们跟了我，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，比跟着那个什么杨峰要强1万倍。我们相公马上就回来了，你休得放肆！相公，你说杨峰啊？可怜的小美人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？那个穷鬼从后山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相公他明明去筹钱了，马上就回。别做梦了，我的人今天早上亲眼看到杨峰从后山跑了，现在你们就算叫破喉咙，也没人来救你们了。我就说这病痨子靠不住，现在交不上钱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你们当然是归我了。他让我遭的罪，我会在你们身上一点一点的讨回来。
等我玩腻了，再把你们卖到青楼，再赚一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将这3个女人拿下！等等，官爷，只有我跟杨峰签了纳妾文书，要抓就抓我吧，放他们2个走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！骗傻子呢！你们3个都是杨峰领过来的，当然都要跟我走，没得商量。上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敢！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！老天爷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没人能救你们的，你们就等着被我好好的宠幸吧。给我带走！谁敢动我的女人？相公，住手！谁敢动我的女人？这是何物？杨峰，你不但拒还旧债，竟还带着如此妖物，恐吓朝廷命官。谁说我欠钱不还了？今日我要还清赵地主的旧债，还要把1年的官府税银一并交清。杨峰，你不会得了失心疯吧？啊！就凭你借我40两，已经是天文数字了，你还想把未来1年的税银都交齐？痴人说梦！若是算上税银，今日你要拿出足足100两才行。你今天若是真拿得出，我立刻带人离开；若是拿不出，便是欺瞒官府，数罪并罚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么多，就算是在皇城，也没有这么高的税银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反正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，就别怪本官翻脸不留情了。好，就100两，我现在就给你。干什么？大胆杨峰，竟然敢偷袭朝廷命官！大人误会了，税银和欠款都在这挖斗里。黄金，这么多黄金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妖术，这一定是妖术！县令大人，赵老爷，这些够不够交税银？够不够清旧账？这个顽皮一定是发现了后山的金矿，与其便宜他，不如咱们搞到手。一会儿我假意带人离去，你立刻叫人将这些黄金和那3个女人一并拿下，之后55分账。姐夫，高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大概是够了。本官清正廉洁，绝不会拿老百姓1分钱。杨峰，既然税银已结，那本官便不再追究。我们走。走。赵地主，欠款已经还清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还清就还清，我当初借你钱，你才能活下去。我对你乃父母再造之恩，想还清这份恩情，只凭这些金子恐怕不够吧？赵扒皮，你出尔反尔！出尔反尔又能如何？县太爷走了，我说的就是法。来人，
把金矿和女人都给我通通拿下！相公小心！找死！杨芳，你要干什么？赵地主，现在还想算账吗？赵地主，你记吃不记打。上一次被批没给你批明白，但今日我就好好收拾你。算了，杨爷，你我的旧账还清了。那你以后找我3位老婆的麻烦吗？不会了。杨爷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让我狗命，还不快滚！滚！相公，依依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抛下我们的。放心，我既然答应照顾你们，自然不会做那言而无信之人。相公，你真好。检测到柳依依对您的好感达到死心塌地，奖励积分1000点。恭喜宿主，柳依依的好感度已达上限，额外奖励积分1000点。没想到好感度刷满还有额外奖励，但眼下依依已经没得刷了，只能琢磨另外2个了。2位姑娘，可愿意与杨某签一份纳妾文书？杨某保证，一定会对你们真心的。杨峰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又如此有担当，跟他过日子或许不是坏事。我签！杨峰，我谢安月签了文书，便是你杨家的人了。不过有些话我要说在前面。但说无妨。我愿意为妾操持家务，帮你经营。不过这身子，待我真心认可你，自愿相托才可以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。放心，我杨峰虽然不是圣人，但也不是趁人之危的色中恶鬼，我会尊重你的。来，恭喜宿主绑定攻略对象谢安月，好感度露水之交，奖励积分500点。 Yes。 如冰姑娘，你呢？哼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此事无需再提。那好吧。相公，家里好像没吃的了，要不我拿一些碎金子去镇上换一些米面肉菜回来。何必这么麻烦？我说过，跟着我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。3位娘子，请稍等，不消片刻，我就会为你们备上一桌有肉有菜的佳肴。系统，兑换3份豪华版自热火锅，要多加肉啊！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100点。搞定！待会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顶级美味。这战乱年月啊，连县太爷的桌上都少有荤腥，相公却说能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吃上肉菜，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相公手段非凡，能得金矿建奇屋，或许真有奇迹也说不定呢。唉，他一个退伍兵卒，难不成还会比那些达官贵人更有门路吗？怕不是在吹牛忽悠咱们呢。娘子们，好吃的来喽！来，肉，真的是肉，还这么多！真的是肉，还这么多！这食盒竟能自行煮热，相公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过是带有香味的杂烩，能有何滋味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太好吃了！
这牛肉为何如此滑嫩入味？这滋味麻辣鲜香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味道尚可。系统，再给我来一台空调。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300点。好合时宜的清风，好舒服。这是什么神奇的法器啊？相公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我果然没有嫁错人。或许嫁于此人，也并不全是坏事。晦气的东西！自从找你继父就没好事，还偏偏跟杨峰身边那个臭女人长得那么像。哼，长得一样，莫非姐姐她嫁给了那个叫杨峰的人？饶命啊，老爷，饶命啊！凭什么好事都让杨峰那个穷五子给占尽了？不但娶了3个天仙似的老婆，还有挖不完的金矿。老子恨不得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明明在宫里时，父王母辈最宠的是我，凭什么姐姐如今就能被男人护着，过得那般滋润，而我却要在这里像条狗一样被殴打虐待？这不公平，过好日子的应该是我。老爷，妾身有办法，能让你如愿以偿，抱得美人归，更能让杨峰痛不欲生。说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成事，你重重有赏。姐姐她最重情义，尤其对我这个妹妹疼爱有加，老爷只需如此这般。好好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杨峰，我这次定要你们的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如烟，如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！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快扶进屋里！如烟别怕，发生了什么告诉姐姐。你我当初一起逃难，被难民分散，被迫分离。我找了你数月，没有你的消息。你怎么会？姐姐，当年分离后，我一直沿街乞讨，逢人便打听你的下落。姐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儿，姐姐以后都陪你。来，喝点热粥，暖暖身子。慢慢喝。哼，你们挖着金矿就给我吃这个，季如冰，你倒是会享福。姐姐，听说你嫁人了？没有，姐姐还没有签下婚书，只是暂居于此罢了。那就好，姐姐，你千万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万万不可委身于那等粗鄙武夫，自降身价。姐姐知道。蠢货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抓住，也罢，这样的男人就该让我拥有。凭我的手段，一夜就能让杨峰对我言听计从，到时候这宅院的女主人就是我了。
谁啊？季如烟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快把衣服穿上。姐夫，我是偷偷来的。我知道我姐姐她性子冷傲，定然不讨你的欢心，所以你才迟迟不愿与她签下婚书。但如烟不一样，如烟懂得感恩，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姐姐不愿，如烟愿意。若是你不嫌弃，如烟愿意今晚就与你圆房。主动送上门的小妾，还有这种好事？签，必须签，签了就有积分了。啊，如烟姑娘，你如此深明大义，懂得替姐姐分忧，实在太让人感动了。只不过，我只纳妾，不娶妻。什么？他竟然想让我做妾？不行啊。那算了，你请回吧。姐夫，只要能嫁给姐夫，是妾就是妾吧。那咱们现在就把纳妾文书签了，如何？先便宜你这个冰老子，等时机成熟，你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，到时候我必将今日为妾之辱100倍偿还。如烟愿意。系统积分奖励。警告：季如烟身份状态异常，已为赵地主妾室，不符合系统绑定规则，绑定失败，无积分奖励。什么？绑定失败？她是赵地主的小妾？你是赵地主的小妾？公子，我糟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我该如何解释啊？我靠，白高兴了。系统，当初你也没说人妻不行啊，这不能怪我，要不给点补偿？鉴于宿主遭遇规则漏洞，特补偿商城免单机会1次，限1000积分以下商品，请宿主尽快处理无效绑定关系。免单机会，还行还行，不算血亏，但这女人不能留。如烟姑娘，你既是赵地主的妾室，便知我与他早就结下了梁子。你来此，为何要谎称逃难？难不成你别有用心？我算了，今晚这事儿我当作没发生。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，回你的赵府去吧。公子，你就这么赶我走？我虽然嫁给了赵地主，但是我哪里比不上我姐姐？你宁愿要那个冷冰冰的女人，也不愿意要我。我不愿与你多费口舌，回去吧。好你个杨峰，我放下身段自荐枕席，你就如此羞辱我？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非礼啊！姐夫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只不过是来替姐姐道谢，你怎么如此轻薄于我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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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心放过你，你居然碰瓷儿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姐姐你来了！姐姐，我只是想替你来找姐夫道谢，感谢他收留我们，没想到他一见我就对我图谋不轨。姐姐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杨峰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你居然对如烟用强，你……相公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碰都没有碰他，是他突然闯进来，然后……杨峰，我虽未和你签婚书，但这些时日，我见你护着刘姐姐和安月，建房寻亲，我以为你至少是个有担当的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龌龊，对我妹妹竟然行如此禽兽之事！
舒冰，我知道你心疼妹妹，可我杨峰没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认？她根本就不是难民，她早就嫁人了，她是赵地主的小妾。姐姐，她污蔑我，我若是赵地主的妾室，那我怎会沦落到那般狼狈的地步来找你？分明是他轻薄不成，反咬一口。这如烟说的也有道理，杨峰，你可有证据？杨峰，这下你百口莫辩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斗。跟老子玩绿茶装白脸去了，幸好系统给了一次免单机会。本来想换个实用的道具，现在正好用在你身上。证据当然有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说谎话可是要遭雷劈的。系统使用免单机会兑换测谎仪，撒谎遭雷劈的那种有没有？正在检索关键词，搜索到天雷测谎仪，下单成功。天雷测谎仪已到货，10米范围内任何人说谎都将引发小范围天雷打击。相公，这是何物？这是能让说谎者遭到天打雷劈的仙家宝贝。季如烟，你既然说我侮辱你，那我们就当场对质，谁说谎，谁就会被天打雷劈。到时候，真相自然水落石出。你个冰老子能有什么仙家宝贝？我看不过是一个唬人的铁块罢了。好，那咱们就试一试。我杨峰对天发誓，我对季如烟没有非分之举，更对她没有一点龌龊心思。这也没反应啊！依我看呀，就算是说谎，这东西也不会有半点反应，不过是你唬人的戏法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发誓看看吧。我季如烟对天发誓，今夜找杨峰是诚心道谢，反而是杨峰心存歹念，想要对我行禽兽之举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根本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东西真的有反应了，引来了天雷。难道，妹妹，你真的在说谎？既然你被雷劈了，说明你在说谎。如果你不服的话，可以将你是赵地主妾室一事，也让这仙家宝贝验一验真假。这是妖法，而且我不是赵地主的妾室，你们要相信我。如烟妹妹，你竟真是赵地主的小妾？自从你来之后，便谎话连篇。你难不成是赵地主派来离间我们的工具？你下一句话最好是实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不要再批我！我承认我是赵地主的妾室。我知道姐姐过上了好日子，心有不甘，所以想害死杨峰，把你们都送去赵府做妾。你竟然真的在骗我！我把你当妹妹，你却对我们藏着这么恶毒的心思。姐姐，你救救我吧！是赵地主他虐待我，被他知道了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姐姐，如受赵地主威胁，为何一开始不说？事已至此才知道认错。你我姐妹情分尽了，你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姐姐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季如烟，趁我还愿意讲最后一次情面的份上，自己滚！再纠缠不休，别怪我亲自动手把你绑起来，丢到赵府门口。好，我走。今日之辱，我季如烟记下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相公，对不起，方才我们不该不信你，还质问你，依依真是糊涂。相公，
对不起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谢安月好感提升为颇有好感，奖励积分500点。因祸得福，这波不亏。巴拉巴拉，你们也是关心则乱嘛。我杨峰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误会。杨峰，对不起，是我鲁莽了，为辨是非就动手打了你。要打要罚，我都认。当然要罚。当然要罚。相公，这如冰妹妹也是被之气蒙蔽，一时心急啊。对，是啊，相公，他都已经认错了，你的惩罚可别太重了。杨峰定然恼急了我，方才我那般不信任他，即便他此刻将我赶出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那就罚你，以后每一村多吃1碗饭。看看你这2天担心这担心那，人都瘦了。我家院子可不养瘦嘛啊！他非但没有借机赶我走，反而在关心我的身体。这世上除了早已不在的母妃，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担心我瘦了？他这样的男人，我还要犹豫吗？大半夜的，都赶紧去睡吧，困死我了。如冰妹妹，相公这些日子为我们操劳太多，别打扰他休息，我们走吧。老爷饶命，妾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妾一次机会吧，老爷。放屁！老子让你去勾引杨峰、离间他们，你倒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老子要你何用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何必为了个不成事的玩意儿在这大动肝火？您若生气，处理掉就是了。不，老爷，不，饶命啊，老爷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！真是晦气！眼看着金矿和女人近在眼前，就是落不到手。这杨峰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铁怪物，实在难缠。大哥，你这就是钻牛角尖了。那杨峰能如此耀武扬威，靠的是什么？不就是那个能挖土又能打人的铁王八？小弟我走南闯北时，傍身的这把宝剑，不敢说是什么神兵利器，但削铁如泥，还是做得到的。吴德，你是说，大哥，明日你我兄弟2人带上所有得力人手，直接强攻，由我亲自出手，把他那倚仗的铁怪物给大卸8块。一旦没了那铁怪物，那杨峰不过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退伍兵卒，还能翻起什么浪花？到时候金矿是咱们的，那3个美人儿，嘿嘿，自然也由咱哥俩处置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明日一早，咱们就杀向杨峰的老巢，夺金矿，抢女人。小弟定当竭尽全力为大哥扫平障碍。快醒醒，相公，出大事了，醒醒啊！别吵。哎呀，咱们家被人围了，是赵地主带了好多人要强攻进来。什么？赵地主？他还敢来啊？是啊，他还带了个武林高手，说是要取你的首级。相公，怎么办呀？谁取谁首级还不一定呢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赵扒皮，你是不是忘了上次怎么灰溜溜的滚蛋？杨峰，我上次只是中了你的妖术，这是我表弟，江湖上凶名赫赫的神剑一点红，今天有他给我撑腰。小子，如果识相的话，把金矿和女人都通通给我交出来，然后再跪下
给我磕3个响头，兴许我会留你全尸。看来今天要再给你一铲子，你才会老实。哎哎！吃我一铲！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，看见你！怎么可能？啊！哎呦！我操！我的挖掘机！杨芳，现在知道我表弟厉害吧？你这铁王八彻底完蛋了！给我上，抓住他！糟了，生物被毁了。相公虽参过军，可如今手无寸铁，如何敌得过这专精攻击的武林高手？这可如何是好呀？这天杀的，这神器可价值连城啊！就这么一刀给劈成这样，也不知道杨芳能不能再用天雷惊阻赵地主。若不能，我们今日岂不是？不过是个靠着奇技淫巧吓唬人的废物，没了这铁王八，你连条废狗都不如。死在我的剑下，都算是脏了我的剑。但今日我破例亲自送你上路。系统爸爸救命！商城里有没有能对付这武林高手的玩意儿？快，多少积分都行。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威胁，推荐商品反弹盾10分钟体验版，持有期间可完美反弹一切有形攻击，消耗积分1000点。是否兑换？换！立刻，马上！兑换成功。相公小心！反弹！什么神剑一点红？我看你是头顶一片绿。这种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找我比划？姐姐们快看，相公竟有如此神器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还敢不敢再来啊？表弟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要不然咱们先撤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。不对，大哥，你看，他的盾并非无损，方才是我大意了，才侥幸被他反弹，连那铁王八都能让我一剑给劈了，区区一块盾牌，岂能当我全力一击？哟，还不服气啊？行，不服气你就来试一试，看是你的剑硬，还是我的盾牌硬。狂妄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此招一出必血影而归，给我死呀！反弹盾顶住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相公，给老子全部反弹！可能。武大，表弟，武大，我的表弟呀！你怎么说没就没呀？杨芳，杀我表弟，我赵富贵对天发誓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血债血偿？赵八皮，是你带他打上门来，口口声声说要取我性命，夺我家眷，还抢我钱财，不过是自卫反击罢了。怎么，只准你杀人，不准我还手啊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他死于自己的杀招之下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你，可惜这东西只能反弹，不能主动攻击，不然连赵地主一块进去，斩草除根了。带着他的尸体立马从我眼前消失，再敢来犯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杀弟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杨峰，你可也等着！嘿，走！快！相公，哎呦，刚才吓死我了，幸好你没事。放心，我没事。你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相公，话虽如此，
可你今日取了那赵无德的性命，那赵地主睚眦必报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，那赵地主在此地盘踞多年，与官府勾结颇深，恐怕此事不得善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赵扒皮是有些手段，但我杨峰也不是任他揉捏的软柿子。放心吧，你们相公啊，命硬得很。相公明明可以撇下我们，却一次次挡在我们前面，这样的男人才是真丈夫。既然认定了那夫妻之事，谢安月好感提升至心有仰慕，奖励积分500点。哇，又多了500积分，果然爱老婆的人运气都不会差。3位娘子，你们今日受惊了，为夫现在就去厨房弄一桌好饭菜，等着。依依姐，我想问一下，跟相公那个的事儿。什么？月月，你竟然要和杨峰圆房？相公待我们那么好，又有神器傍身，若能驾驭他，总比在外面风餐露宿要好得多。只是这床地之事，恐怕……傻妹妹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姐姐教你便是。依依娘子，今日这般神秘，究竟是要带为夫去哪儿啊？相公稍安勿躁，这就到了。月儿，你今天这是……相公既已看到，又何必明知故问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相公还不快去！相公，快来抓我呀！好，那你看为夫怎么抓到你这只小狐狸？相公，我在这儿。相公，快来追我呀！安月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真心待你。相公，你好坏！娘子，还有更坏的呢！哎呀，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谢安月这个没出息的，白天还扭扭捏捏，晚上就这么……不知羞。有依依签了文书，如今谢安月也……这院里就剩我一人还没表态，莫非签下那张婚书才是明智之举？前夫，你一定要为我苦命的表弟做主啊！那杨峰用妖法害死了无德，一定要他血债血偿啊！小舅子，节哀顺变，无德英年早逝，本官也是痛心疾首啊！前夫，你一定要为民除害，将杨峰千刀万剐，以为无德在天之灵啊！那是自然，本朝以法立誓，定不会让此等狂徒逍遥法外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此乃天经地义。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主持公道，更不会让那凶手逍遥法外。哎呀！谢安月好感提升至爱如泉涌，奖励积分1000点。太好了，积分总算够用了。相公早。早。两位娘子早。安月，你怎么不多说一会儿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实属不是了，我只是看两位姐姐都在忙，我想帮帮忙而已。娘子，
你小心点。赵八品，你还来作甚呢？青天大老爷，就是杨峰这个恶贼杀了我弟弟，还请您给草民伸冤呐。杨峰，昨日赵地主报官说你谋害其弟弟赵无德，人证物证齐全，本官特来拿你归案。谋杀？大人所谓的证据，怕不是赵地主的一面之词吧？休要狡辩，还不将他拿下！等等，请大人明鉴，昨日是赵无德持剑行凶在先，相公只是自卫。况且分明是赵地主多次上门挑衅，而且现在还反咬一口，简直是无耻，还望大人明鉴。依依姐、若冰姐姐，求这种口官作甚？他们分明是官商勾结，摆明了是想谋夺相公的金矿。倘若真的上了公堂，便会屈打成招的。放肆！竟然敢污蔑朝廷命官！来人，将这3个刁妇一并拿下！住手！县令大人，此事与他们3人无关，我跟你走。拿下！走！相公。听说那杨峰杀了赵地主的弟弟，真是造孽呀！要我说，赵无德这个恶霸死得好，整天仗着会点武功就欺压百姓，杨峰是为民除害呀！孙大人等不得入内，还不退回！官爷，我们是杨峰的家人，让我们进去吧。凭什么赵地主家的小厮都能写证词，我们反倒不能进去？快放我们进去，我们要为相公作证。无德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杨峰，你还我弟弟命来！杨峰，赵地主状告你杀害其弟赵无德，你可认罪？县令大人，赵无德之死乃是他咎由自取，与草民无关。哼，与你无关。昨日你与赵无德交手，多少双眼睛都已看到。如今赵府所有家丁皆已指认你们2人切磋武艺，本应点到为止，你却痛下杀手。如今人证物证皆全，你还敢狡辩？什么切磋武艺？分明是赵无德持剑行凶。这些家丁都是赵地主的人，他们的证词不能作数。这是要把相公往死路上逼呀！倘若这罪名定下，那可是要砍头的。哼，杨峰，本官劝你速速认罪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县令大人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杀了赵无德，难道不是？赵无德分明就是自杀的。杨峰，你放屁！我弟弟怎么可能会是自杀？无德呀，你死得好冤呐！到现在还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呀！肃静，肃静！杨峰，竟然敢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，侮辱死者！来人，先打20大板，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！他没有打相公板子，这狗官分明是要屈打成招。相公，你可不能认罪！县令大人，既然你认定我杀了赵无德，那你为何不让我与死者对质啊？什么？你说跟死者对质？没错，我说我能让死者开口，亲自说出真相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见过这等气势。难不成这杨峰学过道法？拉倒吧，他一个退伍的穷五子，大字都不识得几个，还能让死人说话？相公在说什么糊涂话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！杨峰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，现在我们被拦着也进不去，只能相信他了。你让我表弟开口说话，杨峰，你不会得了痴心疯吧？荒谬！如果死者能开口说话，这世上还要衙门做甚？大胆杨峰，你是在戏弄本官，行不行？见过就知道了。但是草民要问一下知县大人，还有赵地主，若是我能让死者开口，又当如何？哼，杨峰的昏话怎可当真？怕不是不想死，在拖延时间吗？好，如果你能让我表弟开口说话，他说的话就是铁证。本官在此立誓，若死者真能开口指证，那本官必定秉公执法。好，那就请诸位替我作证。系统，赶紧给我兑换个能让死无在短时间内能被我操控的宝贝，好像官方说法叫
傀儡术之类的吧？有没有？傀儡服售价200积分，时效10分钟。下单。消耗200积分，傀儡服兑换成功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给我醒！起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给我醒！起！这是了！护驾！这是赵武德白日回门回来了！哎呦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赵公子莫要牵连无辜呀！这是天意啊！死者亲自回来替杨峰伸冤了。相公竟然还有如此通灵之能，我就知道，相公果然有办法。就算我表弟死而复生，也得帮着亲个我呀！杨峰，你不是说能让我表弟开口吗？你倒是问呢？好，赵无德，我问你，你的死是否与我有关？若是与我杨峰有关，那就动一下；若不是，就动2下。哈哈哈，当然是跳一下，毕竟我是他亲哥，而你谋杀乃是事实，怎么可能？不算，这不算，是你，一定是你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控制了我表弟尸体。乡亲们都看真切了吧？方才赵地主先是要我让死者开口作证，如今死者道出真相，他竟要反口污蔑我，使用妖法。县令大人，这等信口雌黄、栽赃陷害的卑鄙小人，还请县令大人明正法典。姐夫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！太欺负人了！赵地主这是要把杨峰往死里逼啊！就是，请县太爷严惩诬告之人。赵地主，你3番5次的陷害我相公，其心可诛。天理昭昭，岂能容你在这里颠倒黑白？县令大人，还请还我相公清白，为他主持公道。既是民心所向，若今日我不按规矩办事，怕是这顶乌纱帽不保啊！本官宣布，姐夫，姐夫，这么多年我可没少孝敬您呀。如果我完了，你做的那些事情就要公之于众了。县令大人，你不会因为赵地主是你的小舅子，就徇私枉法吧？就是，难道当官就能包庇亲戚吗？好一个衣食父母官啊，官商相护，信不信我告到孙知府大人那里去？既然真相大白，还请大人秉公执法。就是，秉公执法。如今民意汹汹，不可违逆。赵富贵不过是我小舅子，惹就惹了，但本官的乌纱帽可不能。肃静！本官身为父母官，岂会因私枉公？姐夫，你赵富贵诬告良民，证据确凿。来人呐，将赵富贵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杨峰无罪，当堂释放。好，姐夫，既然你过河拆桥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姐夫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这么多年你贪赃枉法，可没少收我银子。现在你想过河拆桥是吧？你胡言乱语！快把他压下去！乡亲们，你们听好了，你们战死的亲人的抚恤银被这个狗官贪去了1半，只有你们现在还相信他。什么？连抚恤银两都敢贪？连番增加赋税不说，还扣下阵亡将士的抚恤银，简直是畜生啊！还钱！
赵富贵，你血口喷人，快堵住他的嘴！我要告他孙知府的，把你这个狗官用剑砍头！闭嘴吧你！赵富贵，如今罪名已定，快把他押下去，打入大牢！何人在此大呼小叫？何人在此大呼小叫？见过知府大人。知府大人，刘县令贪赃枉法，收受贿赂，与杨峰勾结，害得我弟弟冤死，请知府大人为草民伸冤呐！竟有此事！知府大人，草民行事光明磊落，从未行过贿赂之事。方才赵无德的尸体已经替草民伸过冤了，在座的各位乡亲父老都可以作证。没错，尸体亲自作证，杨峰是清白的。是啊，大人，是赵地主屡次陷害我相公，方才县令大人已经还他清白了。对，清白的。不，大人，我才是无辜的。刘县令贪赃枉法，这些年在我这盘剥的好处就有3000多两白银。这大人，不要听这个疯子胡言。大人，我这小舅子有病，见人就咬啊！既然是疯子，还不快拖下去腰斩！带下去！你们，走！知府大人明察秋毫，近日要不是知府大人驾到，下官就被这个疯子给诬陷了。您看，案件已经明了，要不就此结案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且慢。知府大人，本案还不能结。知府大人，本案不能如此结案。杨峰，你还要干什么？知府大人，草民要状告县太爷贪污阵亡将士抚恤金。方才赵地主临终之前说的真真切切，乡亲们都听到了。对，我们都听见了。请孙知府大人彻查账本。那可是我们亲人的卖命钱呀！此事当真？本官之所以来此，就是听到了你刘正海有贪墨嫌疑，清查线索。既然如今万民愤怨，想必是确有此事。来人，不要啊！不要！将刘正海摘去乌纱帽，革职查办。账目查清楚后，数罪并罚。是。大人，你不能相信他们一面之词啊！大人，你可还有冤情要诉？知府大人一心为民，明察秋毫，草民再无冤屈。好，既如此，本官宣布退堂。相公，可算没事了。经历这番之后，我方知，原来我这颗心早就系在你身上。杨峰，我愿意签下纳妾文书。真的？你为护我们周全，不惜独闯公堂，直面强权，这份担当值得我托付终身。太好了，我杨峰在此立誓，此生定好好对你们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一言为定啊！我们相信相公。好，咱们回家吧。签，快签！签了就有大积分入账了。相公，在落雁之前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蜀边娘子，但说无妨。当年父王为求狗安，竟将母妃送到敌人营地作为人质。自那日起，我便立誓，若不遇真心人，我宁可终身不嫁。若你日后负我，我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杨峰在此立誓，此生定不负你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恭喜宿主，季如冰已签署婚约，好感为露水之交，奖励积分500。Yes！
娘子，既然我们已经签了婚约，那是不是该行周公之礼了？自当履行夫妻之礼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入洞房了。哎呀，你小点声。赵富贵罪证确凿，即刻查抄赵府，男丁充军，女眷。让我来挑一挑，哪些呢是身负重罪，需要我单独盘问。剩下的充当军纪。是。走。走。赵家完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当军妓，我得另寻靠山。对了，姐姐跟我都是逃入大秦的敌国流民，是逃犯。将军，民女有重要军情禀报。你长得还算不错，你一个戴罪之身，能有什么军情？民女禀报，南梁郡主此刻就藏身于大前，民女知道他的下落。如今两军大战，若能将他擒获祭齐，必能大振军威。此话当真？若敢欺瞒，你知道下场。这将军看来是个色鬼，既然如此，便更方便我行事了。千真万确，只求将军能收留妾身，定效犬马之劳。有些军情，妾身只想同将军说，不如到您的军帐中慢慢谈。好，那就依美人所办，我这就带你回我帐中，咱们洽谈此事。如若属实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杨峰啊，你带几个妻妾赶紧跑吧，有官兵来抓你们了！啊，哎呀！来呀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慢着，光天化日无故拿人，敢问将军，我家夫人所犯何罪？这大钱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他乃南梁郡主，你私藏敌国贵胄，还敢跟本将军谈王法？如烟，你竟然出卖我！要怪就怪你们自私。当初我走投无路去求你，是你把我赶走，害得我没了活路。将军，他就是南梁潜逃在外的郡主季如冰。以我血浓于水，今天你是要置我于死地吗？畜生！等等！敢在本将军面前动手，你想造反？将军且慢。怎么，你这草民，难道想为这南梁郡主强出头，担一个叛国的罪名？将军明鉴，我娘子并非什么南梁郡主，她只是我杨峰娶进门的一房小妾，户籍文书齐全，反倒是此女，乃是被抄家的赵地主的妾室。此女3番5次的构陷于我，她的话如何能信？恐怕只是她怀恨在心，蓄意诬陷。你胡说，她就是郡主。叶将军，仅凭一个罪妇的一面之词，就不辨是非，贸然对无辜的平民下手，信不信此举非但于军功无益，反而害人害己？你一个区的荒野匹夫，你也配与本将军论理？识相的就速速离去，否则这刀剑无眼，要你性命！将军英明，要我说，这种逆贼同党就该就地格杀。相公，叶将军是战场上以一敌百的猛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要不我们带着如冰姐姐跑吧。将军，我跟你走。哎，你既然跟我签了婚书，那便是我杨家之人，无罪无故。
为何要走？为何要逃跑？好，自寻死路。全军听令，踏着这个逆贼的尸首，把人给我拿下！是。相公小心！系统，给我兑换一个以一敌百的武功，我要干翻他们！消耗500积分，如来神掌10分钟体验卡，兑换成功。你们看，阳风身后是佛像，佛祖显灵了！相公竟是佛祖庇佑之人。姐姐们快看，我就说相公不是凡人吧？这家伙不会是佛祖转世吧？看本将军一剑劈了你！将军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伤到？这真是佛祖！佛祖饶命啊！我将知错了。佛祖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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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佛祖饶命！佛祖饶命！没想到系统兑换的技能居然被当成了真佛降世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叶将军，尔等可知罪？叶将军，尔等可知方才为何受此惩戒？末将愚钝，还请佛祖明示。尔等不辨忠奸，不察是非，听信谗言，残害无辜百姓，此等行径与妖魔合一。按照天规律法，你们都应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佛祖饶命啊！末将知道错了，还请佛祖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佛祖饶命啊！求佛祖饶命啊！佛祖饶命饶命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念在你们诚心护过，倒也不是不能网开一役。多谢佛祖，末将愿洗心革面，将功折罪。此女口舌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是今日祸乱之源，尔等险些因她坠入无间地狱。杨峰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将军，你刚刚被他骗了，那根本不是佛祖，他就是在唬你啊！将军，你已经不信我，信那个命贱的穷奴！竟然还敢亵渎佛祖！佛祖息怒，末将这就斩除祸根！还不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不要过来！放手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杨峰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季如冰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们都不得好死！佛祖大人，末将这就去惩戒这个口无遮拦的贱人啊！走！相公，刚才那些官兵没伤到你吧？哎，放心，相公身子骨硬着呢，没事啊。吓死我了！就刚才那阵仗，我还以为真的要血溅当场了。如果既然是父王在此，定会像抛弃母妃般那样，毫不犹豫地将我交出去。只有你不一样。傻丫头，保护自己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半分。相公，检测到季如冰好感度大幅提升，好感达到心有仰慕，奖励积分1000点。娘子们，我杨峰虽然没什么大本事，不敢保证让你们大富大贵，但我保证绝对带你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绝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。有相公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没错，相公你最厉害了。嘿嘿。相公，娘子，我去山里转转，看能不能打些野味，晚上给咱们加餐。相公，山路难行，务必小心啊。早去早回。相公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啊？什么消息这么高兴啊？前方传来战报，南梁战败求和，向大前割让了20座城池，
现在呀，两国还互通了商船，有了这商船，我就能联系到家里的商队了。战事平息，百姓终于能喘口气了。终于，太平了。商路已开，百业待兴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商机，赚钱的好日子不就来了吗？父王的将领，他怎会亲临此地啊？带郡主回南梁。是，王爷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，竟敢擅闯民宅！这位是南梁肃王的嫡女，金枝玉叶的郡主，而你不过是一介草民，竟敢认她为妾！王爷没治你死罪，以示开恩，而你却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擅闯民宅。父王，当年您为保全权势，将母妃如草芥般弃于敌营。如今我既嫁为人妇，于您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你不需要知道，动手！等等！原来轿子里坐的人是我那自私自利的老丈人，此时要人必有所图。岳父大人，既然如冰说不愿跟你回去，那今日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带走我的女人。一介乡野匹夫，也配与本王论亲？年轻人，你若识相，现在就将如冰交于本王，本王尚可念你无知，饶了你和你2个妾室的性命。若是不识相，休怪本王让你人头落地。相公，你快带刘姐姐还有暗月走，这些都是父王豢养20年的死士，他们练的都是夺命技，剑刃淬毒，见血封喉，他们眼中只有生死，没有胜负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妹妹糊涂啊！他既然待你如草芥，我们若弃你而去，你当如何自处啊？是啊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他虽冠以父命，但却也是亲手将我母妃送上死路的凶手，大不了咬舌自尽，绝不成全他的算计。你们快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如冰，姐姐，别说傻话，区区见不得光的暗卫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区区见不得光的暗卫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我自幼便加入暗卫，数载饮血生涯，刀下亡魂不计其数，就凭你找死！相公，莫要逞强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哪怕你再现佛光，恐怕也要饮恨在他们刀下。是啊，趁他们还没有合围，我们赶紧带着如冰姐姐从后门逃走吧。没用的，这些暗卫最擅长追踪，一旦被他们盯上，要不了3个时辰就会被一网打尽。你们快走吧。系统，给我兑换4把 AK。消耗400积分 ，AK47 自动步枪体验卡4张兑换成功，限时10分钟。功夫再高也怕机枪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时代变了，给我换！这铁器竟如此精妙，绝非寻常兵器。
这个比我见过的所有火铳都还要沉重。相公，此物真能敌得过这些死士？当然，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手弩，下面是手扣机关，按下便可发射子弹。子弹是何物？你把它理解成威力非常大的箭矢就是了。对面的，你要看看是你的剑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？一堆铁疙瘩还想杀死我们，一起上！看我！看剑！这东西怎么可以自己跳动？不可能！这神器竟有雷霆之威！方才这一顿扫射，比我家商队最厉害的火器还要凶猛10倍呢。相公，这东西也是佛门法器吗？是，这个叫大慈大悲超度神器。这些训练了20年的死士，竟然就这么……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回那个虎牢窝了。相公，谢谢你。检测到季如冰好感提升至爱如泉涌，奖励积分1000点。那是自然，我说过要保护你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原来这就是你的倚仗。肃王殿下，既然你已经见识过他的威力，那你可以离开了。只是凭这些小东西，还不配让本王离开。哦，肃王这是何意？还想打？放肆！本王女儿贵为郡主，自幼锦衣玉食，而如今衣衫褴褛，栖身破屋。作为父亲，本王凭什么将女儿交于你这般落魄之人？用不着你假好心，虽然现在日子过得清贫，但比在那金丝笼里好千百倍。至少有人真心待我。就是，说你真心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就不会让如冰姐姐的母妃惨死敌营。装什么慈父？我呸！哼！肃王殿下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哼！冥顽不灵。如冰，我在最后问你，你是跟本王走，还是死在这儿？肃王殿下，如冰是我的人，自然不会跟你走。还是说，你想尝尝这小东西的滋味儿？找死！让本王看看，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本王的人多？听着声音，少说也有200人。这四面皆有动静，我们被包抄了。父王这是把整个暗卫营都调来了，我究竟有什么利用价值，值得他这么大动干戈？相公，眼下这该如何？反正我们有神器在手，要不我们就护着如冰姐姐杀出去。我 AK 的子弹不多了，应聘是送死，不能强撑，只能智取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哈哈哈哈哈！肃王殿下，你口口声声说关心自己的女儿，恐怕你真正在意的不只是她的衣食住行吧？哼！本王行事何须向你解释？我杨峰在此发誓，3月内必成大钱首富。到时候，我会让如冰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甚至更胜往昔。届时，肃王殿下可愿让如冰堂堂正正嫁给我为妾室？大钱首富，那可是富可敌国的存在。相公，你疯了！虽然说我们现在生活富足，可这大富大贵，我们还差个10万8千里呢。
首富可都是祖上世代积累，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做到的成就，3个月怎么可能？好一个心比天高的狂徒啊！你可知首富2字的分量，也敢在本王面前口出狂言？自然知道，不过素王，你既然要来拿人，自然调查过我的。这神器的威力，亲人你也见到了。哼，区几件神器，或许能让你富甲一方，但要说首富，痴人说梦。是不是痴人说梦，总要试过才知道。3个月时间对您来说不过是弹指一瞬，否则若真要硬拼，即便你能带走如冰，怕也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敢威胁本王？你在威胁本王？哼，是又如何？这神器的威力你也看到了，你若是不许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成败在此一举，素王啊素王，你可一定要带着人走啊！系统，随时准备好保命道具。收到指令，正在检索符合要求的商品。那铁骑威猛无比，本王虽说已维和了他们，但自己也已经被将军，不能冒险。好，本王就给你这个机会，但你若是做不到，唯有一死。哼！回南梁。遵命。相公，想要3个月成为大前首富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你怎么能夸下如此海口？有了，现在2国战事已休，商路重开。那相公，不如你委屈一下，跟我回南梁谢家，做个赘婿。这首富做不成，首富女婿也行啊。可这能瞒得过素王吗？哈哈哈，何须作假？我既然答应你们，不会放弃任何一个，就一定能做到。相公说的对，妹妹，且放宽心。既然相公许下承诺，定有把握。这首富之路艰难，倘若相公未能达愿，我也立刻会休书谢家，绝不会让如冰姐姐再陷入虎狼之窝的。谢谢你们。好了，一家人道什么谢？不过既然是要经商，自然要卖些稀罕物，而且最好是他们连见都没见过的。我南梁终年苦寒，要说稀罕物，苦寒？对，那我们就卖御寒之物。御寒之物，可那东西南梁随处可见，我们如何胜得过当地的商贩呢？来了，那这个呀，是我们之前穿过的羽绒服。没错，我南梁贵族就喜欢这种既保暖又不显臃肿的衣物，这羽绒服再合适不过了。好，那就让羽绒服成为我们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基石。系统，打开商城。成品羽绒服要50积分一件，就算把剩下的积分都换成羽绒服，也只能做一次性买卖。100斤原材料才要10个积分，这得做多少羽绒服啊！哎，娘子们，你们有会缝羽绒服的吗？这如此精细的绣工，绝非寻常的绣娘能做到，我恐怕不行。
我虽学过女工，但这精细活儿，怕是会糟蹋了原料。啊，你们别指望我，我修个荷包都费劲。等等，相公，隔壁的杨大娘年轻时曾是京城的绣娘，据说她的绣工连南梁的皇室都曾称赞过，不如请她出山。妙啊！那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去找杨大娘。这衣裳的针法确实独特，不过老身应该能做得出来。太好了，杨大娘，那需要多久能做出一件啊？这衣裳的工序繁复，最快也要5日。3月之期，转瞬即逝，就算日夜赶工，也做不出几件啊。这般速度，我们如何能在短期内赚到首付之资？不然，我们还是想想其他营生吧。杨大娘，你能不能再快一些啊？老身知道你们着急，但这针线活儿它急不得，缝合填充都要格外仔细。老身呢，就这一双手，实在是快不起来呢。杨大娘，意思是问题出在缝制速度上，我有办法提升速度。杨峰，老身在绣坊30余年，已是这10里8乡最快的绣娘了。这样的精细活，你却说能加快速度，莫不是觉得老身年老不中用了？相公，不如我们想想其他营生，或者我们只卖原料，让买家自己去加工。实在不行，我再去求求父王宽限几日。诸位稍安勿躁。系统，兑换一台电动缝纫机，消耗100积分，电动缝纫机已送达。这是何物啊？此物名为缝纫机，1日可抵100日之功。大娘，您看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简直是神物啊！针脚细密均匀，还能如此之快。有了这个，一天岂不是能做出3、5件？何止啊！若是熟练了，一天功夫10件不止啊！哎呀！不瞒诸位，这样的缝纫机我一共有10台。10台？那岂不是要赚翻了？大娘，若是你能找到几位跟你一样绣工的绣娘，我愿意让您3成力。此话当真？好，老身这就去找。我们随您同去，多个人多份力。好，走。系统，再来1000斤原材料，另外再来9台缝纫机。这次我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收到指令，正在执行。就这样，把这个对好啊。这的针脚要密一些，不然容易钻绒。好，这机械现在越用越顺手，只要半个时辰就出一件了。是啊，昨日仓库就积攒了200余件，这速度真是惊人。按照这个速度呀，等到明日开市时，我们至少能备齐500件。哦，大官人，诸位辛苦了。明日开市，就是我们这些日子心血见分晓的时候。来，辛苦啦。
这一杯，我敬大家连日以来的辛苦。若真能卖个好价钱，这些天的辛苦也是值的。我已经休说爹爹，他呀特派了2艘新式商船过来拉货，那商船呀速度极快，3日之内必定到达南梁。南梁的那些富豪最喜稀罕物，咱们的这些羽绒服啊，定能赢得他们争相竞购。好，那就祝咱们赚到黄金万两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商船按理说早该到了，这天色渐晚，相公怎么还没回来？兴许是路上耽搁了。我家的商船向来守时，不会误期的。只是若销路不畅，那父王那边怎么交代啊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生意不顺无碍的，第一次做生意，难免都会有纰漏。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，别难过。是没想到销路这么好，这一次我们赚翻了，足足有1万两黄金！这是真的！1万两，这么多！苍天庇佑！这些钱足够我们扩充规模，做下一批货啦！太好了！本小姐果然慧眼识珠，得遇此良人，此生无憾。检测到西安月对您的好感达到死心塌地，奖励1000积分。恭喜宿主，西安月的好感度已达上限，额外奖励积分1000点。太好了，现在就差如冰的好感度了，我要再接再厉，一举拿下他。启禀王爷，刚得到消息，杨峰的羽绒服在南梁大卖，1日便获1万两黄金。照这个速度，不出3月，他确实有望成为大钱首富。1日1万两黄金，好一个杨峰，好一个商业奇才！愿本老皇帝时日无多，只要如冰嫁入皇室，诞下皇子，这南梁的天下终究会是我的后人。可如今全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给毁了。王爷息怒，若杨峰真成首富，对您的大业岂非如虎添翼？传！南梁首富谢家独女已是他的妾室，若是生擒了他，咱们何愁钱粮？本王要的是如冰，若是如冰的心还在那穷五子身上，以他的性子，又怎会甘心入主中空呢？属下愚钝，请王爷恕罪。既然杨峰痴心妄想要做首富，那本王就让他血本无归。如冰自幼娇生惯养，若随他沿街乞讨，还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吗？哼，不是想做首富吗？本王就让你粉身碎骨！按计划行事，王爷有令，要烧得干干净净。
什么味道？烟？不好，我的货！我操！啊！我辛辛苦苦准备的第2批货烧没了，这个是2万两黄金的货呀！缝纫机、原料、羽绒服，全都没了。这一定是人为纵火。师父，一定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去阻挠我们发展下去。我现在就回去找他。哎，别急，我还有办法。所有心血都付之一炬。难道相公你有办法让这一切恢复原状？我们这原材料就损失千金，更别说缝纫机什么的了。就算相公你日后寻得了新的原材料，可是这3月之期将至，你若为如期成为首富，如冰姐姐还是要被苏王带走。是我连累了大家，对不起。如果我出身贫寒，没有这该死的金枝玉叶拖累，一切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唉，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呢？虽然我不能把这些东西还原，但是你们可还记得，村东有个废弃煤厂？那个吃人的煤矿，那可不能去啊！不，相公，听村里的人说，下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的，是出了名的不祥之地。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要是那台能挖土的神器还在就好了，要是开去煤厂采煤，定能赚得比之一还要多数倍。那台挖掘机确实被劈坏，但是谁告诉你们，我那挖掘机只有1台的？什么？莫非相公还有其他办法？系统，再兑换1台挖掘机。消耗500积分，挖掘机已送达。这竟然还有1台！哇，相公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有了这个，开采煤矿就不是问题了吧？南梁最缺的就是煤炭，这个生意一定比羽绒服赚得更多，这样说不定就能在期限里面成为首富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把这个不祥之地变成我们的聚宝盆。启禀王爷，已将杨峰的仓库烧成废墟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做得好，这下我看杨峰还拿什么走商？只要如冰那丫头走投无路，终究还是会回到本王的身边。到时本王再稍加运作，这南梁的天下就要改换天地了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杨峰不知从何处挖出数10万斤煤炭，已在南梁获得上千万两黄金，富可敌国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王爷！属下明明烧了所有的货物，他断不可能这么快翻身。没用的废物，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！好你个杨峰，倒是本王小看你了。既然阴的不行，传令下去，调动所有暗卫，给本王把那3个女人抓来。是，我要让杨峰家破人亡。老伯，我会。杨大娘，你们怎么受这么重的伤？
依依他们呢？杨大官人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1个时辰前，屋里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官爷，他们见人就打，还把3位夫人都给掳走了。什么？你们可还记得来者的模样和穿着？他们的衣服我记得，是南梁的料子。他们临走前还说让你明日子时之前带着所有的金银去村外的荒庙，还说若是迟了就要杀了3位夫人。果然还是那个素我，既然你下死手，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父王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求您放过依依姐和阿月吧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等杨峰交了赎金，本王就杀了这2个贱人。届时等你回到南梁，嫁入中宫，诞下皇子，届时本王权倾朝野，这天下尽在掌握。父王，你这是谋逆！谋逆？本王权倾朝野，才比诸葛。这江山，本王为何做不得？素王，你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，你不会得逞的。阿月，你谁再吵，我割了他的舌头！看来你那个相公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呀。不会的，相公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，杀了他，把尸体扔到杨峰门前。是。不要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杨峰，你终于来了。素王，开个价吧，钱我有的是。若是你们敢伤他一根毫毛，我让你100倍偿还。要多少钱都可以。那本王要。成了。依依，你这手飞针绝学从哪学的？不过是些保命之术，不值一提。只是相公，此刻已触怒素王，我们……好个刁妇，竟敢在本王面前耍手段！来人，把他们围起来！杨峰，交出钱和人，否则休怪本王痛下杀手。素王，这话就是我对你说的。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，否则搭进去的就是你的命。杨峰，怎么，你这是被吓傻了，开始胡言乱语了？让本王求饶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现在是谁的命捏在谁的手里？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师徒，给3位娘子一人兑换一把 AK 自保。收到指令，消耗1500积分 ，AK 已发放。相公，虽说这铁疙瘩可以助我们冲锋上阵，可是这素王的人无穷无尽，我们……娘子们莫慌，我这次来就是跟这个老王八蛋不死不休的，没有他的日子才是咱们的好日子。相公，莫要再激怒他了，眼下突破重围才是上策。对啊，相公，他们这么多人，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既然你们执意寻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你们。相公，西东，兑换意大利炮，立刻马上。消耗1000积分，意大利炮附赠3发炮弹，已送达。王爷，这铁器造型诡异，恐是妖物啊！哼，一个铁疙瘩而已，怎么能比得过本王的千军万马？既然你执意找死，
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老婆们，把耳朵捂上，给我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父王，别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让女儿送你最后一程。女儿，不要！本王知错了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我保证这辈子都不再找你和杨峰的麻烦。娘子，毕竟血浓于水，他运气好没被炸死，就别造这弑父的孽了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活不了几年，就随他去。都依相公的。父王，咱们若是再重整旗鼓，罢了，随他去吧。这个杨峰不是我能招惹的人，我败了。堂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肃王，竟然败给了一个匹夫，可笑，可笑啊！结束了。是啊，不好，如冰素有心疾，这次心脉衰竭之效比以往强烈数倍，已是药石无医之效。如冰姐姐，你要撑住啊！相公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别说话，保存体力，我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谢谢你屡次救我，能在一起，如冰此生无憾。检测到季如冰对你的好感度达到死心塌地，奖励1000积分。恭喜宿主，季如冰的好感度已达上限，额外奖励积分1000点。恭喜宿主，3位绑定对象的好感度均已达上限，额外奖励积分10000点。系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积分干什么？快告诉我怎么救他！警告：季如冰生命体征正在急速衰减，基于本时代医疗水平，已无有效救治方案，唯一方案启用跨时空传送，返回现代进行心脏手术。那还在等什么？快传送啊！传送门需消耗全部剩余积分，且仅能携带1人同行。请注意，一旦选择返回，宿主将失去在本时空的一切身份、财富与羁绊。是否确认兑换？季如冰生命进入倒计时最后3分钟，请宿主快速选择。暗月，我要带如冰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治病，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归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相公，你去吧，医者仁心，救人要紧，如冰妹妹的性命比一切都重要。相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的守护这个家的。只要如冰姐姐能活下来，等多久都值得。我发誓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杨凤不会辜负你们任何一个人。系统，对话传送门。传送门已准备就绪，消耗全部积分，是否确认开启？确认。等我回来。相公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一姐，这都5年了，相公
和如冰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5年了，安月，也许我们该接受了。我知道，如冰姐姐的病需要长时间的调理，他们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。谁说我们不回来了？相公，如冰，真的是你们吗？不会是我的幻觉吧？刘姐姐、月月，我们回来了。